Hello，大家好啊！好開心識得大家。我呢係嚟自廣東，而家呢就住喺馬來西亞。粵語係我嘅母語，我都可以用普通話啦同埋英文幫助學生去理解課堂嘅。咁如果你一直係想學粵語，但係成日覺得聽唔明啦、記唔到或者唔敢開口講，咁你就好適合同我一齊去學啦。喺我嘅課堂裏邊，我唔會淨係叫你死記硬背，而係會結合真實嘅生活場景啦，譬如旅行啊、點餐啦、傾偈啊、工作啊，或者睇港劇、聽翻啲粵語歌等等。等你學咗之後咧，就即刻可以用喎。我知道好多人學粵語最大嘅困難，其實唔係學唔識啊，而係唔敢講，所以咧喺我嘅課堂就會比較輕鬆幽默啦。我會一步一步咁帶住你去練發音、語感同埋日常嘅表達，等你慢慢咁樣建立信心。無論你係零基礎啊，定係已經識講少少粵語，我都會按照你嘅程度去安排課程嘅。除咗啲語言本身呢，我都好中意分享廣東同埋香港嘅文化、美食啦、電視劇啦同埋生活方式等，學習嘅過程更加有趣，亦都更加容易去堅持去學。如果你想用一個輕鬆好玩實用嘅方法去學粵語，歡迎你哋去 book 我嘅課。我好期待識得你哋啊，亦都好希望可以幫到你更加自然、更加有信心咁去講粵語。